学语言上好的方法，讲就对啊，确实如此。啊，学写字呢？有人讲台语会晓讲就好啊啦。若是安尼，有真侪小朋友的中文讲得比我较好，因是毋是免上国语课，免上国文课？字总是爱学啦，才有文化嘛，才有台语的文化嘛。有人嘛讲吼，恁一寡教台语文的吼，拢用一寡3000年前奇奇怪怪的字啦，谁人学会落去呢？讲了嘛，真有道理。所以本节目爱推出一种学台语的方式，为教育部闽南语推荐用字来学习，简称做学正字。教育部若讲了重谈写了无道理的字，咱就来学反正字。另外写出适当的用字，为简单的常用的字开始，一字一字来学起。台语发音的复杂程度是中文的2倍以上。一个字的读音包括有声母、韵母、声调。若斗出一个词句，阁爱加上变调，安尼的4个因素相乘起来，台语应该超过2倍的复杂度，就简单讲2倍。文字的使用量，台语就可能需要有2倍。学台语文绝对会互你无同的视野，欢迎你的加入甲指教。